这边一开始先看台美关税顺利超到15%，袂另外搁再踏关，而且佫是全世界头一个争取到232条款，上优惠待遇的国家。行政院的副院长陈丽君完成任务，透早6点钟来台湾，行政院长邓英泰也亲身去甲接。在所有的跨部会大家的努力之下，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关键的这一步路啊，所以尤其是我们每一次在前线谈判的时候，事实上总统院长都是无时差，在台湾 stand by， 我随时可以打电话回来请示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，所以是整个政府大家一起努力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感谢政府做上强的后盾，这届谈判团队由陈丽君带领，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丁年等人共同参加。14暗时去到美国，伫美东时间15完成总结会议，包括对顶关税降到15%，袂搁再贴关，搁超出台湾模式，也就是台湾企业自主投资2500亿的美金，也搁有政府提供上悬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，进行供应链合作，真做是全球第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上优惠待遇的国家。行政院长邓英泰肯定谈判团队讲出一支水开的红布朗，亲身来接机。当然，后续还会有辛苦的过程。那副院长跟杨振宁政委谈判代表以及所有我们的谈判团队，会持续的以国家的利益、产业的利益、国人的健康跟粮食安全4大目标，完成所有总统跟国人所交付的责任。陈丽君讲，这个谈判证明台湾人的骨力、技术甲产业已经真做是世界关键的力量，有感受到世界看好台湾，需要台湾。规个谈判的过程1月20日早起，行政院会正式说明。公司新闻听收铃，郑建光综合报道。